你有冇諗過，你每個上網動作其實都被記錄？你 click 咗咩？睇咗咩？通通都有人記錄咗。大數據係傳統方法難以處理嘅超大規模數據集，窩量大，每日全球數據以 EB 為單位計算，velocity 速度快，數據實時產生，要即時分析，variety 種類多。有文字、圖像、影片等各類數據，veracity 準確性，數據嘅質量參差，要篩選過濾。零售業用大數據分析你嘅喜好，推送個人化推薦。交通部門分析車流數據，幫助優化行車路線。醫療機構分析病歷數據，預測同預防疾病趨勢。但係大數據亦都有隱憂。私隱洩漏、偏見同埋過度監控，點樣平衡數據應用同個人權利，係社會嘅重要課題。